海公决定与小皇子再施百姓。李御医，小皇子如何呀？小皇子早产，气息逆行，先天不足，实在回天乏术啊！穆内官，恭喜纯容妃打了胜仗，救大征百姓于水火之中。陛下呢？我要见陛下。陛下他于乱军之中，与淑容妃一起去了。秦海公为了稳定局势，让我们暂且保密，而且秦海公他为了小皇子。小皇子早产，身体也非常虚弱。秦海公决定与小皇子再施百姓。这一夜真的很漫长。好在有你在。阿旭他和我说，他累了，要离开一下。越州我们回不去了。小皇子刚刚出生，若朝政不稳，需要名正言顺的人辅佐他。我会作为虎柱夫人留下来的。你真好。